各位兄弟姊妹，晚安。今年苦路善工嘅主題係與最小兄弟同行。而家開始苦路善工，請各位起立，一齊詠唱因你聖血身上流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日我哋相聚一起拜苦路，想起主耶穌基督所講嘅話：誰若願意跟隨我，該棄絕自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。我們既然許諾作耶穌的門徒，也自願跟隨他背負十字架。這十字架不僅是我們個人的，也是我們的家庭、我們的團體、我們的國家，以及世界上眾多受苦者的十字架。請大家祈禱。仁慈嘅天父，你如此深愛世人，甚至派遣你嘅唯一聖子耶穌基督來到我哋中間，引導我哋走上救恩嘅道路。主耶穌甘願捨身受難，被釘喺十字架上，使十字架成為愛情同埋寬恕嘅標記。求你幫助我哋跟隨基督，背起自己嘅十字架，喺呢個渴望救援嘅世界中，成為仁愛同埋和平嘅使者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們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耶穌接過杯來，祝謝了，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喝，彼此分享吧。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，非等到天主的國來臨，我決不再喝這葡萄汁了。耶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擘開，遞給門徒說：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而捨棄的，你們應這樣做，為紀念我。耶穌喺最後晚餐嗰陣時候，
將自己嘅血同埋肉分咗俾門徒。喺今日，普世各處有無數嘅兄弟姊妹正在係忍飢受餓，願我哋都樂意同佢哋分享物質上同埋精神上嘅財富。主耶穌，你係生命之糧，為愛我哋而甘作犧牲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使所有嘅信友藉着分享一杯一餅，合為一體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將生命同埋愛情帶俾呢個飢餓嘅世界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第二處，耶穌山園祈禱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架救贖普世。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名叫革責瑪利的莊園裏，他俯首至地祈禱說：我父，若是可能，就讓這杯離開我吧。但不要照我，而要照你所願意的。耶穌喺山園祈禱嘅時候，流露咗內心極度嘅恐懼。今日有好多人都因為貧窮、病弱同埋戰亂呢啲困境而感到孤獨無助。願我哋保持醒悟，唔好沉溺喺安逸之中，時常喺祈禱中紀念他們。主耶穌，我哋嘅意志薄弱，傾向逃避現實。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我哋容易陷於誘惑，拒絕接受考驗同埋挑戰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我哋因為害怕，未能夠時時奉行天父嘅旨意。第三處，耶穌在公議會受審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架救贖普世。他們把耶穌帶到大司祭那裏，司祭長和全體公議會尋找證據反對耶穌，為把他處死。耶穌卻默不作聲，什麼也不回答。大司祭又問他說：你是默西亞，那應受讚頌者的兒子嗎？耶穌說：我是。並且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邊，乘着天上的雲彩降來。喺面對誣告同埋嘲弄，耶穌都謙遜忍受，不求強辯。今日有幾多人正係被不公正咁樣去判罪，又有幾多人係由於為真理作證而喺度受緊苦？願我哋勇於維護真理，為遭受不公義嘅人發聲。
主耶穌，願我哋有力量同埋勇氣站出來，向當今社會講出真理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願你嘅愛成為我哋堅決奉行真理嘅根基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賜俾我哋智慧，解決社會中嘅不義同埋壓迫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第四處，耶穌在總督府受審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駕救贖普世。每逢節日，總督慣常給民眾釋放一個他們願意釋放的囚犯。司祭長和長老卻說服了民眾，叫他們要求巴勒巴，而除掉耶穌。總督問說：他究竟作了什麼惡事？他們越發喊說：該釘死他在十字架上。當我哋對弱勢社群漠不關心嘅時候，我哋就好似怯懦嘅比拉多，判處無辜嘅耶穌死罪，任由他人陷入困境。願我哋常懷慈悲嘅心，願意為弱小嘅兄弟姊妹挺身而出。主耶穌，求你救我哋免於畏懼同埋偽善。主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使到我哋對兄弟姊妹有獻身嘅精神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賜俾我哋維護正義嘅勇氣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第五處，耶穌遭受鞭打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駕救贖普世。那時，比拉多命人把耶穌帶去鞭打了，然後兵士們用荊棘編了一個刺冠，放在他頭上，給他披上一件紫紅袍，來到他跟前說：猶太人的君王萬歲！並給他耳光。今日耶穌仍然喺許多被壓迫嘅人身上遭受緊鞭打，例如被壓榨嘅工人、朝不保夕嘅家庭、被遺棄嘅長者、未能融入社會嘅移民。願我哋對佢哋所受嘅苦難感同身受，願意撫平佢哋嘅傷口。主耶穌，你承擔咗我哋嘅一切創傷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唔好再讓受苦者感受到孤單同埋沮喪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幫助我哋成為希望同埋仁愛嘅使者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
6處，耶穌背負十字架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價，救贖普世。於是，比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死，他們就把耶穌帶去了。耶穌自己背着十字架出來，到了一個名叫髑髏的地方，希伯來話叫哥爾哥達。耶穌為實現天父徹底嘅愛，甘願背起十字架。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，會唔會都因為一啲輕微嘅擔子而嗟嘆抱怨，而忘記咗許多人正肩負更沉重嘅十字架呢？願我哋甘心情願地背起自己嘅十字架，將我哋嘅痛苦同埋犧牲呈奉給天主聖父。主耶穌，你背負住救恩嘅十字架，邀請我哋分擔你嘅救世使命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使到我哋面對考驗時，堅信天父嘅慈愛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願我哋能夠可以背負重擔嘅人彼此團結，互相支持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第7處，基勒乃人西門背起十字架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價，救贖普世。他們把耶穌帶走的時候，找住一個從田間裏來的基勒乃人西門，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，叫他在耶穌後面背着。西門雖然並非自願，卻意外咁獲得為耶穌分擔十字架嘅福分。如果我哋有機會為家人朋友分憂，又或者為團體服務，咁我哋會唔會樂意去接受呢？主耶穌，感謝你召叫我哋背起十字架，跟隨你，成為你嘅門徒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賜俾我哋勇氣，分擔受苦者嘅重擔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使到我哋團結一致，堅持更合乎人性尊嚴嘅世界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第8處，耶穌遇見耶路撒冷的婦女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價，救贖普世。有許多人民及婦女跟隨着耶穌，婦女捶胸為他痛哭。耶穌轉身向他們說：耶路撒冷女子，你們不要為我而哭，但因為你們自己和你們的子女而哭。耶穌並唔係為自己身受嘅痛苦而哭，而
而係為咗我哋嘅罪惡而哭。今日有好多地方嘅婦女同埋兒童仍受到不同程度嘅剝削，而環境資源也遭受濫用同埋破壞。願我哋對人嘅自私同埋貪婪心惡痛絕，真心悔改。主耶穌，求你眷顧所有受苦嘅婦女，並且垂憐佢哋辛勞同埋貢獻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將我哋從破壞自然生態嘅行為中解放出嚟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願我哋懂得尊重他人，關愛萬物，使到所有人可以和平共處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第九處，耶穌被脱去衣服及被釘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價，救贖普世。兵士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後，拿了他的衣服，分成4份，每人1份，又拿了長衣，這就應驗了經上的話。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，為我的長衣，他們拈鬮。耶穌昔日喺兵士面前受盡侮辱，今日其實佢仍然喺嗰啲到非人性生活、被剝奪尊嚴同埋權利，以及喪失理想嘅人身上繼續受苦。願耶穌嘅愛催逼我哋去幫助呢個時代嘅受苦者，恢復佢哋作為天主肖像嘅面容。主耶穌，我哋力不從心，但求你解放我哋脫離罪惡嘅束縛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幫助我哋唔好為個人嘅利益，而到使到他人受苦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幫助我哋克服障礙，重建人類嘅尊嚴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第10處，懺悔的空泛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價，救贖普世。懸掛着的空犯中，有一個侮辱耶穌，另一個空犯斥責他說：你既然受同樣的刑罰，連天主你都不怕嗎？隨後說：耶穌，當你來為王時，請你紀念我。耶穌給他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裏。耶穌喺十字架上，雖然身受極度痛楚，但係佢仍然記掛在我哋嘅得救。願我哋好似悔改嘅空犯一樣，體驗到天主施予喺我哋自己身上無限嘅仁慈，並且熱切咁促使他人與天主修好。
主耶穌，你係寬恕同仁愛嘅泉源，願你嘅平安扎根喺我哋嘅心中。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使到我哋遠避罪惡，以更大嘅熱誠為你服務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增強我哋嘅愛火，主動關懷嗰啲誤入歧途嘅人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第11處，耶穌十字架下的聖母及門徒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駕，救贖普世。耶穌看見母親，又看見他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，就對母親說：女人，看你的兒子。然後又對門徒說：看你的母親。耶穌喺十字架上，將自己所愛嘅母親交俾咗門徒，使門徒成為佢嘅家人。願我哋忠於耶穌嘅意願，使所有嘅人，特別係嗰啲卑微弱小嘅人，都聚集喺佢嘅教會之內，共成一家。主耶穌，你即使喺痛苦中，仍然以慈愛同埋憐憫嘅心看顧呢個世界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願我哋努力建設一個合乎你旨意嘅世界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願我哋效法聖母同埋聖若望，為擴展教會而犧牲服務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第12處，耶穌的死亡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駕，救贖普世。在第9時辰，耶穌大聲呼號說：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然後大喊一聲，就斷了氣。喺十字架上，耶穌感到被天父捨棄。呢個時候係喺一生中最孤獨同埋最苦痛嘅時刻。耶穌為咗我哋，完全捨棄自己嘅一切所有，淨係希望我哋回心轉意，歸向我哋生命嘅根源，重投天父嘅懷抱。主耶穌，你以你嘅死亡救贖咗我哋，願我哋為你而生活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教導我哋有自我奉獻嘅精神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願我哋成為仁愛、和平同埋合一嘅有效工具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主
第13處，耶穌被埋葬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價，救贖普世。到了傍晚，阿黎馬特雅人約瑟大膽地進見比拉多，要求耶穌的遺體。約瑟把耶穌卸下來，用殮布裹好，把他安放在岩石中鑿成的墳墓裏，然後把一塊石頭滾到墳墓門口。耶穌下降陰府，進入咗徹底孤寂嘅深淵。他為咗我哋克服了人生最大嘅恐懼。從此，我哋不再屈服於死亡嘅統治之下。世上再冇任何嘅事物能夠使我哋與天主嘅愛分離。主耶穌，願跟隨你受苦嘅人喺你嘅國裏邊得享圓滿嘅喜樂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求你將我哋喺死亡嘅絕望中拯救出嚟。基督，求你垂憐。主耶穌，願我哋堅忍咁跟隨住你，直到生命嘅最後一刻。上主，求你垂憐。第14處，耶穌復活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因此成價，救贖普世。一週的第一天，天還很早，婦女們便攜帶預備下的香料，來到墳墓那裏，見石頭已由墓穴滾開了。他們進去，不見了主耶穌的遺體。忽然有兩個人，穿着耀目的衣服，站在他們那邊，對他們說：你們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這裏了，他已復活了。苦路嘅盡頭並唔係死亡，而係光榮復活。願我哋常懷希望，喺生活中全力以赴，善道基督所賜嘅新生命。基督喺死者中實在復活了，做咗死者嘅初果。我哋藉着洗禮，已經歸於基督耶穌嘅死亡，同佢同葬，為嘅係基督點樣藉着父嘅光榮，從死者中復活。我哋亦都係要點樣去喺新生活中度生。因為我哋得救，
仲係要在於希望。所希望嘅，若果已經看見，就唔係希望。邊有人會希望所見到嘅事物呢？但我哋若果希望嗰啲未見到嘅，就必須堅持等待。請大家祈禱，天主聖父，你嘅聖子耶穌喺死者中復活，戰勝咗罪惡同埋死亡，為我哋打開咗通往永生嘅道路。願我哋今日舉行嘅敬禮，振奮我哋嘅心靈，使到我哋全心全意背起自己嘅十字架，跟隨基督。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們。禮成詠，請大家一齊詠唱和平的工具。今晚苦路善功完畢，主佑各位。